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來祈禱。上主，我的避難所，我的救贖主啊，願我的嘴所講的合你的旨意，願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納。阿們。3個月前，我頂一遍佇遮講道的時陣，抑閣是用英語牧師的身份，佇遮講道。時間過了真緊，對頂遍的講道了後，我就已經正式去來到兒童青少年的牧區，佇遐來成做一個青少年的牧師。3個月時間其實抑閣真短，我抑閣真儕物件在學習。所以當我看到今仔日咱的教會歷經課表，互我的這段經文的時陣，就其中的這句話，就是今仔日的講道的這個題目，上帝佇舊約的聖經何西阿書11章第1節所講的，我對埃及呼召我的囝兒，這句話特別吸引我的注意。所以今仔日是一個邀請，和大家做伙擱一擺來學習，安怎樣來關心咱的教會的青少年兒童，安怎樣來成做一個兒童甲青少年的陪伴者。首先大家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聖誕節敢毋是已經過去啊嗎？聖誕節敢毋是只有一天，12月25號迄天那定嗎？其實我看新聞才知影，台灣已經25年久無有行憲紀念日了，所以我算算的對我今年39歲，扣25歲就是14歲，是對我國中了後就已經無有迄種平安暝、聖誕暝隔工一定有放假的這種情形。佇這禮拜三，咱的教會的平安暝的祈禱會來了滿10樓到11樓的人，我和咱其他的牧師嘛，攏有一點驚到，講太遮濟人。然後我轉去到厝和阮太太咧講，哇，今日平安暝來足濟人誒。我太太就冷淡呢，甲我講，因為隔工放假啊。我想講對啦，因為有行憲紀念日放假，所以咱的聖誕暝的音樂會坐滿的人。一般咱的台灣的信徒攏會感覺講聖誕節是一天的代誌，但是今仔日牧師要邀請大家小可進入這個咱教會年教會節期的迄種的節奏，迄種 rhythm。首先是這張相片，這個是咱的教會的大專組，因今年有一個真特別的決定，因決定今年無要慶祝聖誕節，因今年為着大專的學生所辦的迄個慶祝聖誕節的活動，是佇11月30號。所以大家若是有關心佇咱教會所有的這慶祝聖誕的活動，會發現講咱的大專組那會遮早就咧慶祝聖誕，11月30。迄個原因是因為因做一個決定，因講今年咱無要慶祝聖誕節，今年咱要慶祝抬槓節。啥物是抬槓節？抬槓節就是咱即馬頭前即個布，閣有聖歌隊穿的迄個水水的白色的衫，即馬是白色，白色是聖誕節期的色。按過去4禮拜，這張布是啥物色？足深的藍色，還是講紫色、紫色、深藍色，迄個是抬槓節期的色。伫抬槓節期中間，咱嘛會點到第一支蠟燭。第二支蠟燭，迄個是一種期待、等待主耶穌要來臨的迄種心情。所以今年的大專組因有做一個決定，講咱今年要來特別慶祝抬槓節。所以佇抬槓節第一主日迄天，咱就來慶祝。然後因做了一個叫做 Advent Calendar， 抬槓曆。Advent Calendar 是一個西方人，你若是去美國，還是特別是歐洲，因為我過去有佇德國，因抬槓節的傳統足明顯。對12月1號開始，因就摕這個 Advent Calendar，這個抬槓曆，
啊，交代囡仔吼，一工只會當開一價，吼。今仔日是12月1號，吼，開一價，吼，2號的時陣開第2個，3號開第3個，吼。這種是代表一種等待，吼。我無要一遍所有的物件攏拍開，吼。我一工一工來等待主耶穌基督的來臨甲降生，吼。所以今年咱教會的大專生吼咧做這個訓練，吼。啊，我有特別請伊做一個大專版，吼，大專的版本。雙聯教會版誒 Advent Calendar 吼，每一工吼是一個行動吼，迄個行動有可能是上帝做一個祈禱吼，有可能是做一個馬祖的捐獻吼，做一個行動來回應上帝吼，嘛來等待主耶穌的降臨吼。所以這個會互咱看到講，其實佇教會歷的中間，聖誕節毋是一工吼，聖誕節是一個準備等待的過程，啊，嘛毋是聖誕節到了後，嘛毋是只有一工吼。你若是有清楚知影，佇咱的英語的世界吼，咱有一首真有名的 Christmas Carol 吼，就是聖誕的歌曲吼，叫做 12 Days of Christmas 吼。大家敢有聽過這首歌吼 ？On the first day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sent to me.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哈，這首歌吼是一個兒童嬰仔的歌吼。安尼 first day、second day 吼，教囡仔吼安怎樣去算日子吼，互咱是一個活佇時間中間的人吼。所以咱的教會歷的設計吼，抬槓節期有4禮拜吼，聖誕節期吼嘛毋是只有一工吼，其實是有12工。咱若是看我遮道評遮所寫哈，今年的聖誕節12月25號是一個禮拜4哈，所以今仔日哈是主日禮拜哈，今仔日是聖誕節的第幾工？答案就佇頂懸哈，今仔日是聖誕節的第4工啦哈，所以呢，佇教會歷的中間哈，這個叫做聖誕了後的第一主日。聖誕了後的第一主日，咱的經課表吼，互咱一個真困難的經文吼，伊抑閣有聖誕節的迄種氣氛甲感覺吼，抑閣有天使吼，抑閣有約瑟吼，抑閣有瑪利亞，抑閣有耶穌，但是吼，這個吼已經毋是咧等待期待要降生的迄個耶穌，這個是已經生出來的耶穌吼，已經降生，已經來臨。已經是聖誕後的耶穌。其實啦，我今仔日上大的一個問題是安尼：教會歷，互咱4禮拜準備耶穌的來臨，啊，閣互咱12工的時間來慶祝耶穌的誕生。但是事實上吼，佇一個做父母的經驗內面，安尼抑閣傷短吼，安怎樣講？其實，若是知影講，因為我才剛生2個囡仔，無講無夠足久啦，差不多3、5冬的時間吼，我還閣會記得吼。對，看到2條線吼，看到講懷孕這件代志開始，愛偌久的時間，才到迄個due date吼，才到迄個12月25迄天。其實是愛差不多要9個月的時間吼。對，知影懷孕。其實是有9個月的時間吼，每一日在期待、在等待，嘛在準備。迄個嬰仔毋知影什麼時陣要生出來吼。啊，即馬的少年人吼，有育兒吼，有足濟足好耍的物件吼。有一種 APP 吼，我報互大家知吼。有一種 APP 吼叫做懷孕吼，APP 啦吼。迄個 APP 內面吼。甲你只要輸入吼，你的預產期，就是講輸入迄個 due date，那耶穌來講吼，12月25號，啊，起印了後吼，伊就會算互你聽，吼，講你即馬腹肚內面的迄個吼是第20週，吼，啊咩啊後日開始吼21週，吼，啊每一禮拜伊甲你講，即馬嬰仔差不多偌大，吼。伊即馬咧生頭毛，吼，伊咧生指甲，吼，啊，伊誒頭殼內面誒發展是安怎，吼，
做一個爸爸吼，我迄陣咧懷孕的迄個過，毋是我咧懷孕啦，吼，阮太太咧懷孕的迄個過程吼，我上期待吼，就是每一禮拜安尼看迄個 APP 吼啊，做伙來含迄個囡仔做伙成長吼，準備要迎接迄個囡仔來到的迄日吼，迄個叫做抬槓節期吼，若是照生囡仔這件代誌是有9個月。啊，教會咧，互咱12天的聖誕哦，12天的聖誕是啥物款的觀念吼？大家若是有識聖經吼，就會知影講聖經有記載耶穌誕生的故事，差不多有2 chapters 吼，2章左右的耶穌的誕生的故事。啊，耶穌的成長的過程吼，聖經甲伊全部攏跳過呢。吼，耶穌是安怎樣？飼嬰啊，安怎樣上課啊，補習班啊，考試啊，吼，安怎樣學習才藝啊，等等，聖經攏無記載呢，吼。所以我咧講這個12 Days of Christmas 吼，其實吼是耶穌伊成長的這個過程的一個濃縮啦，吼。佇12天的慶祝聖誕的內面，咱就愛消化吸收，吼。到底約瑟甲瑪利亞是安怎樣養起這個耶穌？吼，直到伊30歲迄天，吼，會當長大成人，啊，會當出來服侍，啊，會當宣講伊真有名佇山頂的迄個八福的教示。佇經課表內面吼，互咱這段足短的經文，互咱小可會當看見。耶穌伊個細漢的時陣，伊到底經歷啥物款的代誌？經文台語的版本是佇下骹吼，安尼講。馬太福音第2章第13節，星上家離開了後，吼，所以這個是一個聖誕過去的故事。吼，星上家是啥物？吼，咱即馬的聖經版本甲伊翻做星上家。吼，咱以前攏講博士啦，吼。就是遐有智慧的對東方來調見耶穌的遐個博士，吼，遐個星上家看到迄粒星來調見耶穌，但是星上家嘛會離開呢，吼，耶穌嘛會誕生呢，吼，耶穌嘛會生出來，吼，耶穌生出來了後，剩啥物人的責任，吼，剩新手爸媽的責任，吼。頂禮拜咱教會的消息內面有講，哈，咱教會一個社青哈，國超弟兄哈，子軒哈，姐妹哈，佇頂禮拜哈，咱教會咧慶祝聖誕節哈，12月21號的時陣喜獲千金哈。當我看到這種消息的時陣哈，我攏會是關心迄個爸爸，講爸爸吼加油哦，哈，對即馬開始吼100天吼。困袂好勢哦，吼，100天的時間吼，每一暗吼愛起來2、3遍、3、4遍吼，有可能佫較濟吼，無有法度有好好休困的時間吼，迄個困眠攏互拍歹去吼，迄個叫做星上家離開了後，星上家離開了後，就是約瑟甲瑪利亞因的家庭的代誌吼，因需要。養起這個嬰仔耶穌，吼，互伊會當長大成人。我毋知影大家讀聖經的時陣，敢有想過一個問題？是安那約瑟，吼，做這個民望，吼，新約內面記載這所有一切民望的代誌，吼，攏佇耶穌出世的前後，吼。其實吼，若是做一個新手爸爸，吼，你就真清楚知影是安那安尼嘛，吼，因為你咧困的時陣。你的入去，咱英語講 deep sleep， 吼，深層的困眠的期，吼，啊，然後你會去到啥物叫做 REM sleep， 吼，迄個叫做快速動眼期，吼，你若是快速動眼期的時陣是安那？你的頭殼拄好咧整理白天所有一切的經驗，吼，所以你的面望，吼，佇迄個時陣若是嬰仔哇，哭一聲，吼，啊，你起床。你就會安那，你就會做夢嘛，吼！你就會記得你頭怎做的夢，吼！其實咱咧困的時陣攏咧做夢，只是你起來的時陣，佇啥物款的時間點，
會影響到你敢會記得你所咧做的夢。主的天使佇約瑟的眠夢中，對伊出現，講起來，帶細漢囡仔甲伊的老母，逃走去埃及，帶遐到我講通離開的時。所以，這個是一個約瑟會曉做夢的約瑟。你敢知影馬太咧講故事的時陣，伊的頭殼內面有啥物？伊的頭殼內面有創世記啦，有出埃及記，伊的頭殼內面有迄個舊約的世界。佇舊約的世界內面，啥物人足夠做夢，嘛會曉解說夢？約瑟嘛，約瑟伊佇倒位？伊佇埃及嘛，你敢有聽到？這個是一個足古早創世記出埃及記的故事，擱一遍發生佇現在。迄個意思是啥？意思講上帝要做大代志啊啦！約瑟竟然在眠夢，因竟然需要為着希律王要殺死這囡仔的原因，去逃閃去到埃及地。埃及佇舊約聖經內面，自古以來就是以色列人逃閃的所在。因當因的以色列地拄着饑荒、拄着問題的時陣，因就常常需要逃閃去到埃及。但是因去到埃及的時陣，迄個毋是因的厝，迄個毋是因永遠的厝。上帝攏永遠因對逃閃佇埃及一段時間了後，閣要倒轉來到以色列地。這是天使在咧講的。嘛特別愛注意上帝對咱人的啟示會當透過眠夢，會當透過聖經，會當透過咱彼此和彼此所分享的一句話，咱需要去查考去思想，什麼是上帝的心意。而且咱看到一個約瑟，伊是會曉眠夢，而且嘛會曉聽上帝的話語的一個老爸。天使對約瑟講起來，帶細漢囡仔逃閃去到埃及，帶遐到我講通離開的時，這嘛是上帝咱啟示常常伊會做的代志。上帝常常毋是一擺，甲伊所有的計劃攏天開，互咱看。上帝常常啟示咱一步，咱愛勇敢踏出迄步，踏出迄步了後。上帝閣繼續照迄個時，照迄個期，上帝來啟示第二步、第三步。這嘛是我頭先咧講，啥那要鼓勵這個大專生。聖誕節毋是一天的代志，伊是一步一步的拍開。上帝是一步一步啟示伊的心意，所以咱需要一步一步踏出去，照上帝的心意行。希律要找這個耶穌，要甲伊殺死，約瑟就起來。咱佇今仔日的經文內面會看見毋爾一擺，約瑟伊的回應。約瑟佇聖經內面是一句話攏無講的人。我毋知影大家會當想看覓約瑟的角色。聖經的記載講約瑟毋是耶穌血緣的老爸。耶穌是媽媽是瑪利亞，血緣是瑪利亞，但是爸爸是聖神，是上帝直接生的。所以約瑟耶穌毋是約瑟血緣還是血統頂懸的囝，但是聖經總是互咱看見這個老爸雖然迄個囝兒毋是這個老爸親生的囝兒，總是伊承擔一個老爸佇家庭中間的責任。伊約瑟就起來，一句話無講，毋是攏出一支喙的老爸，毋是坐佇厝的看報紙的老爸，毋是叫瑪利亞去掃塗骹煮飯的老爸。伊是約瑟就起來，承擔這個家庭的需要，帶細漢囡仔甲伊的老母透面離開逃亡，去到埃及。到遐，佇
住佇遐吼，到希律死吼。聖經實在是足夠講故事的啦吼。聖經講希律王吼想要殺囡仔，但是最後死的人是啥物人？吼，最後死的人是希律吼。希律贏袂過一個嬰仔，逃亡去到埃及，然後這個嬰仔會大漢吼，這個嬰仔會成做上帝應允的囝兒。這是要應驗主通過先知所講的話，我有調我的囝出埃及。這就是特別吸引我的一句話。咱知影，咱佇台灣，也是佇教會中間，咱久長以來攏一直咧討論少子化的問題。咱台灣的社會結構，互囡仔愈來愈少。咱即擺的少年人，無願意生囡仔。咱甚至總統講，這個是國安危機。咱確實需要好好啊讀這句話，嘛好好啊向上帝祈禱，懇求上帝來保護、來引帶咱教會的這個細囝，會當福音對埃及出來。咱知影耶穌伊生佇這個世間，伊毋是生佇一個無有痛苦、無有問題的一個世間，伊一生出來，就有希律王要甲伊殺，親像即馬每一個勇敢生囡仔的爸爸媽媽，佇咱的世代，咱知影，咱一生即個囡仔，咱就甲咱的囡仔交佇咧未來，伊一個人愛照顧四五個世世大人的即種的世界。耶穌嘛是毋是出世佇一個完美的、無有問題、無有挑戰的環境，總是聖經有應允。我要對埃及來呼召我的囝兒。我感覺迄個是對我嘛希望是對咱第三堂台語禮拜的每一個咱的教會的時代，這個大人，真正愛來關心咱的兒童，還有咱的青少年，來引帶因信仰的路，互因會當成做上帝對埃及、對這個世界所呼召出來屬上帝的囝兒。希律一個知家己互丞相家騙去，非常生氣，就找人將伯利恆以及周圍所有的查甫嬰仔，照伊對丞相家詳細查問的事算起，2歲以下攏殺死。這個互咱想到啥物？想到出埃及記的第2章。迄個時陣，以色列人佇埃及做奴隸，因生足濟囡仔，所以誠做埃及人的威脅。所以埃及人決定安怎，所有的查甫的攏愛殺死。所以聖經親像咧講，耶穌伊出世的迄個時代，在咧面對和舊約的迄個埃及王、法老王的迄種同款的壓迫，耶穌和所有受苦、流亡、受壓迫的人徛做伙。這個代志有應驗主通過先知耶利米所講的話，佇拉瑪有聽到聲，天哭真悲傷，雷結為着伊的囝兒在哭，唔肯受安慰，因為因攏無去啦。這是換爾傷心的一幅圖。照理來講，囡仔出世，咱應該愛聽到的是啥？是囡仔啼哭的聲。但是因為囡仔受到殺死，所以啼哭的人換做啥物人？啼哭的人換做老爸老母，是換爾痛苦的一件代志。但是聖經在記載耶利米書的這句話，而且講應驗耶利米先知所講的話，我感覺真特別有意思的，是這段話是出自耶利米書第31章。咱愛知影耶穌迄個時代的人，攏是真識聖經的話語的人。我昨暗咧地動的時陣，我就咧想一件代志。咱地動的時陣，咱第一個摕啥物物件？昨暗地動的時陣，你摕啥物物件較緊閃？手機啊！我聽到手機啊！有人摕錢包，有人去攬厝裡的人，敢有人會摕聖經的？
即個聖經安尼記載講，約瑟、瑪利亞甲耶穌因逃亡去到埃及，因攏有炸聖經呢吼。伊頭陣還會當讀迄個何西阿書吼，啊，即馬還會曉讀耶利米書吼。啊，伊讀何西阿書，讀耶利米書吼，咱讀到啥物？吼，咱敢有愛讀何西阿書、耶利米書？吼，敢有對遐個經文中間聽見上帝要切去一切目屎吼，上帝要互遮流亡的人吼，轉去到因的厝吼，遐個安慰的聲。其實這段經文誒 immediate next passage 就講這段經文馬上接落去佇耶利米書的內容，就是上帝要引帶伊的百姓轉去到因的厝。我閣舉一個例啦，講安尼咧引用聖經吼是蝦米款的代誌吼？我即馬講一句話的上半段吼，大家幫我回答吼，伊的後半句是啥物吼？本來應該從從容容、游刃有餘，吼，後一句是啥？現在是匆匆忙忙、連滾帶爬，吼，這個叫做引用聖經啦。引用聖經就是你引用頭前，吼。你馬上佇你的頭殼，你就知影後壁是啥物吼。所以伊遮雖然所引用的是關係啼哭吼，關係哀傷的代誌，但是佇迄個 passage 吼，佇迄個經文的後壁，馬上就是上帝要應允吼，目屎要拭去吼，因要倒轉去到因的家鄉。經文繼續講吼，希律死了後吼，閣一遍吼，希律死。迄個要殺人的希律，家己死。主的天使佇埃及、佇約瑟的面夢中對伊出現，吼，這是天使閣一遍啊，上帝閣一遍的啟示，吼。咱看見上帝的天使，就算講你人佇埃及，伊也閣有法度引帶，吼。主的天使佇埃及、佇約瑟的面夢對伊出現，講起來，吼，上帝攏叫咱起來，吼，莫閣困啊，吼，起來。帶細漢囡仔甲伊的老母倒轉去以色列地，因為要害細漢囡仔的性命遐個人已經死，約瑟就起來。咱看見經文，閣一遍強調，約瑟無講啥物款的話，約瑟只有親像咱聖歌隊所唱的，講主啊，我敬我情願。約瑟就起來，帶細漢囡仔甲伊的老母。倒轉去佇以色列地，約瑟聽見阿基勒王煞接伊的老爸希律做猶太的王，毋敢倒去遐。後來佇眠夢中得到指示，就退去加利利境內，到一個城叫拿撒勒，住佇遐。這是要應驗主通過先知所講的話，伊要叫做拿撒勒人。所以，佇遮個經文中間，互咱看見耶穌毋是出世哈，佇一個無有痛苦的一個所在，但是上帝伊要拯救伊的囝兒哈，伊要一步一步引帶保護伊的囝兒哈，無受到希律的殺害。我相信咱今仔日哈，誠濟佇台灣哈，在少子化的處境內面哈，今仔日我對這個經文內面嘛是咧學習哈，安怎樣來做咱即馬台灣的教會內面的青少年人兒童的一個真好的引帶者。聖經無互咱真濟的內容，關係耶穌細漢的記載只有真短哈，但是我相信上帝對咱的呼召真寶貴哈。上帝希望會當興起更較濟的約瑟哈，雖然這個囝兒毋是咱家己血緣的囝兒，總是因需要有保護者哈，因需要有引帶者哈，引帶陪伴保護這個兒童甲青少年哈，互因會當佇信仰中間，最後會當明白哈，因是屬上帝的囝兒。因是上帝要對埃及呼召出來的人，所以聖誕也是今仔日要洗禮的人哈，也是頂禮拜才生一個嬰仔的新手爸爸哈，攏毋是結束哈。聖誕了後第一主日哈，代表的是旅程大要開始哈。耶穌毋是誕生佇一個無有苦痛的世間，但是對伊的誕生開始，伊就威脅
世間的政治甲權力。雖然毋是約瑟家己血緣的囝，但是約瑟因為上帝的呼召，就甲耶穌看做家己的囝，引帶全家，無講一句話來成做這個家庭的保護。流亡埃及，佇遐等待幾若年，才閣倒轉來，轉來了後，閣秘到加利利的迄個真細的一個城，佇遐養飼陪伴一個細漢囡仔，直到伊30歲長大，會當出來宣揚上帝的福音的迄日。我希望今仔日的這個經文吼，是對我的一個呼召，嘛是對每一個人的呼召。來關心咱的教會的青少年，相信衷心回應上帝的行動，咱是咧應驗先知的話，咱是互聖經的話語，毋是久長以前古早的故事，是佇咱今仔日的世界，上帝抑閣要呼召真濟的囝兒對埃及出來。今仔日有一個見證，咱即馬會當做伙來看。大家好，我是邱佩芬。那我接觸到信仰是因為我們家小時候隔壁就是教會，有幼稚園，所以我就讀了那間幼稚園。那我自己又是獨生女，only one， 所以假日無聊，那時候周六還有上課，周日不用上課，所以周日我就去了主日學。那主日學就可以遇到幼稚園的老師啊、園長，所以很熟悉、很親切。那雖然家裡不是基督信仰的，但是從小就在教會長大。也是像基督教家庭一樣的孩子一樣，就從主日學，然後到了國中就有師範班，然後也有詩班，然後到高職，牧師說，時間到了，可以受洗了，我就受洗了，就很自然的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是佩芬的先生，我叫許恆玉，也是從小就是在教會長大，但我是在那6條通會幕堂敬禮聖經會。17歲受洗。我自己是高雄中會，所以可能寒暑假有一些活動或是研習營，就會辦在台北的雙連教會，所以雙連教會這個名字不陌生。有了小孩之後，就想說要有母語和信仰的教育對於小孩，所以就問了語言說：“雙連教會會講台語嗎？還是主日2有在教台語嗎？”語言說有，而且是品質保證，所以就把小孩帶來，然後就順勢一起聚會。來到雙連大概也有幾年了，那我們最主要是在葡萄樹小組，對，那雖然我的參與度不高啊，對，因為工作的關係，對，但是我覺得能夠有時間穩定在小組裡面其實是最好的，對，不然的話，其實如果只是到主日，但是沒有人跟人之間的互動。比較特別是我目前是全職義工，全職義工的概念就是有點類似我們如果對聖經熟悉的就是新約的使徒生活，我們的機構是同工住在一起，然後房屋共用。然後沒有薪資，那我覺得這是很特別的，就是因為我們機構是一個 NGO、NPO 的媒體，那可是大家想到媒體可能就是很花錢，那我們希望把這個所有的奉獻捐款可以集中在媒體的營運上面，所以我們的同工是沒有領薪資的，可是我們有全人的照顧，你要吃，你要手機的通訊，這些都是由機構來提供。那車子也是人家捐款，所以我們就也有交通車，就是機構有派車給我們。我覺得這個經歷是學習交托，跟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可能明天電費要繳了，沒有繳就會被剪斷。那剛好今天就有一筆符合這個電費的金額奉獻進來，所以15年來我經歷了這些，就一般人看起來可能不是什麼經歷生死，或者是經歷太特別的，可是這就是日常，這是我們日常在經歷的。那你說這個可能就是我覺得學習到交托跟信心的功課比較多。就是如果真的要找到
真神，我感謝主，我找到了。那我也希望願意接受，知道這個真神接納他為自己生命的主的人，這是對的決定。那如果找到了，我們就不要再猶豫說，只要我們願意口裡承認，心裡相信，把這個相信說出來，它是真的會有影響力的。對今仔日的這個見證中間吼，咱嘛會當知影吼，咱的教會的主日學吼，青少年的教育吼是偌爾啊重要吼，會當引帶人吼來到主的面頭前吼。啊，今仔日這個經文講，這事發生吼，就應驗主這先知所講的話。我對埃及呼召我的囝兒吼，願今仔日受洗會當對聖神遐聽到。恁是上帝的囝兒，嘛願咱每一個兄弟姊妹會當做伙，親像約瑟甲瑪利亞的角色，來引帶阮的細囝來成做上帝的囝兒。咱做伙來祈禱。親愛的主，阮知影聖誕節毋是只有一天的代誌，毋是只有將囡仔生落來，就無需要照顧，無需要養飼。主。阮所生落來的這個是世囡仔，主因是生佇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界，親像耶穌基督你家己相款。你含面對這所有一切挑戰、流亡、失落無有家庭的所在的人，三甲地地，主願你來興起閣較濟的約瑟甲瑪利亞，會當成做阮這個世界、阮這個世代。細漢囡仔、青少年，真好佇信仰頂懸的引帶，互因直到有一天，因會當家己告別，因是屬佇上帝的囝兒。願你興起，嘛願你家己聖經的話，今仔日嘛要應驗實現佇阮的中間。安尼祈禱，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